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，在太空中兩人住。分分鐘需要你呢首歌係1980年面世，林子祥演唱，鄭國江填詞，當年獲得第3屆10大中文金曲獎。據當年嘅朋友講，林子祥喺美國嗰陣，因為追女仔作咗首 Without the Two of Us。返香港發展嘅時候，當時嘅女友，即係而家嘅前妻吳正元建議阿 Lam 灌錄一個粵語版本，於是就製作咗呢首膾炙人口嘅歌曲。由於歌詞洋溢住濃濃嘅生活氣息，而阿 Lam 嘅唱腔又被認為係無比溫柔，喺之後唱唔返嗰種感覺，因而令到歌曲傳唱不衰，更加成為婚禮上用嘅歌曲。之後亦都有好多人翻唱過，好似林憶蓮、戴祖儀，就算江華同麥潔文都拍過 MV 添。80年代嘅香港有好多開心事，電影、電視、音樂、唱片、經濟都係最蓬勃。當年未有網絡世界，未有智能電話，人同人之間嘅關係好似更 close 更親近。大家認為呢？扮下星星叫，睇到乜都笑，似天陽光接吻你。若有朝失咗你，花開都不理，願到荒島去長住，做個假的你，天天都相對，似對木頭公仔做戲。有了你開心啲，乜都清心滿意，鹹魚白菜也好好味。我與你永共聚，分分鐘需要你，你似是陽光空氣。有了你開心啲，乜都清心滿意，鹹魚白菜